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2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中国国台办昨日推出台独拍手举报专栏，要公布头一批名单，是包括内政部长刘世芳、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辛碧阳、孟庆北检、范南人等等人士拢在内，而且阁有3名北检的检察官。刘伟辉事件，中共毋但想要干涉政治，也想要干涉司法，这也凸显中共对台渗透统战的严重性。中国国台办官方网站2日早起才宣布设立台独打手举报专栏，暗时就公布头一批名单，包括内政部长刘世芳、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辛碧阳、甲黄捷、联电创办人周兴成、网络红人北京、麦南龙、甲起考医师苏淑华等人。一定是因为我做对了很多事，我说对了很多话，我说出中共不敢面对的真相。中国再把我封10个黑名单，我嘛无得惊。假做政治人物，互中国列做黑名单，吴思瑶家己做手板来庆祝。不过，这个连3个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林达、林俊贤、甲林俊廷嘛拢伫名单内底。刘伟辉警示，中国捏造对台湾横刀管理的假现象。唔那干预政治，嘛想要干预司法。现在扩大到恫吓民间人士、一般网红，还有检察官。那我们认为这是对台湾内政的全面滋扰啊！他不但要干预台湾的政治，还要干预台湾的司法。这不但凸显中共对台湾渗透统战的严重性啊，那也证明台湾确实有必要在各方面全面防范。中国对台湾除了文攻武吓嘛无停歇。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担任主席的共和党议员李克，伊讲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各项预算都要持续增加。In Taiwan, double-digit defense spending increases must continue, given the threat it fa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aiwan is spending 2.5% of GDP, but they're also spending a lot that is not accounted for in defense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resiliency, on energy, on communications, on civil defense. So perhaps they should be getting more credit. 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做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施水豪认为讲，袂当干来看小目的数字。伊讲应该认可台湾伫咧防卫阵线等等方面投入资源，而且建议美军持续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帮助台湾推进应用无人科技来维持阻挡入侵的力头。记者综合报道。8一女国文老师吴桂枝因为接受中国的采访，质疑赖总统的言论，甚至伫上课的时讲政治，互学校甲约谈。台北市教育局回应，经过查证，吴老师并无违反教育中立。另外，同款引起争议的，有台北市府的发言人李正宪，往过伫中国读册的时，捌发表亲中的言论，互民进党议员要求爱检讨。我的母亲跟我变成敌对。我觉得我怎么面对祖先？赖清德要不要去面对他的祖先？我真是想问，那良心何在8一女的国文老师吴桂枝顶日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伊质疑总统赖清德甲中国定调措施境外敌对势力，安尼互伫中国有亲人的台湾人是要安怎才好？这个言论去互民众检举，而且质疑吴桂枝伫咧上课的时阵违反教育中立。8一女2号收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求来处理。吴桂枝嘛证实，8一女的校长有甲伊约谈。我在想，什么叫做教育中立呢？那我教的是国文，那我在上课的时候讲中国传统文学的美好，这个跟所谓的教育中不中立，这个我觉得到底有什么抵触？我从来没有在，比方说竞选期间替某政党在拉票。经北一女校方查证回复，并没有学生反映老师在课堂上违反教育中立，也没有在校内违反教育中立之情事。教育局尊重教师专业自主权及言论自由。同款引起争议的，也有台北市府顶日宣布修例改组，乘做发言人的李正宪，去用表出伫中国读册时阵受访的时阵表示，台湾有恶意，不过中国真友善。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感受爱国的情操等等的言论引起争议。李正轩这样子的国家认同，适合担任台北市的发言人吗？关于有心人士考古过度解读我个人数年前在中国大陆读书实习的经历，相信社会大众都不乐见有新人士的双重标准。李正宪嘛强调讲，对市府最近受到两项相关议题攻击，市府的立场一直拢是徛伫自由民主甲法治的精神，而且台湾的少年人拢对家己的民主甲自由有信心，交流本身更较会当凸显多元包容的价值。公视新闻台北报道。
关心天气，今仔日风面会豆豆通过台湾，东北季风也会变强，愈晚会愈寒。咱来看温度。北部宜兰地区气温会继续降温，中昼时啊高温伫17到19度左右，花莲、台东22度到25度，中部27度左右，南部有我30度的温度。暗头开始气温就会开始下降。也若雨水的方面，今仔日伫北部、东半部地区会转做短暂阵雨的天气。也若中部有蓝山雨，明仔载早时雨水就会东河。今仔日受到风面影响，台湾会开始落雨。拜六礼拜，全台湾的温度会降到14到16度左右。气象署提醒拜五特别变天啊，到时全台大降温，尤其是拜六礼拜天气会上湿冷。最冷的时候大概是在29号、30号这2天，预估呢，北部、东北部最低温度大概只有14、15度，那其他地区也只有16到18度左右。气象署表示，唔来大降温，水汽嘛变多，拜五开始北部、东半部会开始落雨，而且会落到清明，尤其是拜六暗到后礼拜一这段时间雨水上高，若是北部、东半部会落大水雨，中部嘛闪大雨。周六晚上开始到周一这段时间，除了东北季风之外呢，要特别注意有华南雨区东移的关系，所以各地的这个雨水汽是特别多。气象署也提醒拜五会出现6级的强阵风，拜六礼拜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是有机会落雪，要特别注意温差的变化。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壳显示，自由时报健保署通过7项重大给付，包括预立医疗资商补助各对象扩大，居家西药剂列入健保。手术后护员加速康复计划扩大，早产儿食品给付，基层护理人员加薪，急诊相关的调整，增加生产给付等等。其中给付母婴添加不食品是健保调摆给付食品，相关的措施会伫5月上路。接落来是联合报，中央广播电台4年前发生车马费造假的证据，文化部长李婉承诺1个月内会完成内控查核系统，提交正式报告。针对这场霸凌案的部分，央广的董事长表示会重新启动调查。接落来是中国时报，财政部过点为美国财政部过点自美国进口前30大货品。健保食品是进口关税是30%上悬，甲经济部散发署沟通了后，部分产品会起分年分阶段豆豆调降，5年来税率会降到20%，但是具体项目也是需要散发署来提供。美国总统川普日签署命令，为美国时间4月初3开始，进口入来的轿车就要加扣25%的关税，5月也会对轿车的进口零件加扣关税。针对这款做法，日本无排除用反制措施来应对。加拿大也认为这是对其他国家上直接的攻击。欧盟也表示威胁，也会跟美国协商找出解决方案。托雷雷伫总统令面顶签家己的名，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日签总统令，要为美国4月初3的观点开始，对外国进口的汽车加扣25%关税，等于汽车加卡车的关税会增加到27.5%加50%。当时阵上紧卖伫5月，对进口的汽車主要零件加扣25%的關稅。I think ultimately we could probably anywhere from $600 billion to $1 trillion will be taken in over the relatively short-term period, meaning a year from now. 因为美国一半的汽车外口进口，美国国内组装的车辆毛将近60成的零件是为墨西哥、日本、南韩、加拿大加德国这国家供应。川普认为这当刺激美国汽车行业的成长甲就业投资市场，嘛表示这个政策会是永久的。川普的新命令嘛引发各国反弹。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会尽力争取卖对日本加扣25%关税，也毋过嘛无排除采取包括反制措施等等所有选项来应对。適切な対応を考え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あらゆる選択肢というものは当然検討の対象とな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アメリカに対して日本は相当の投資を行い、相当の雇用を生み出している。
汽车占日本对美国所出口的28.3%，是所有产品内底上悬的。汽车产业目占日本 GDP 的3%。日本市场研究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评估，但是日本嘛爱加纳25%的关税，经济成长有可能减少0.2%，可能让日本的经济陷入危机。而且日本甲南韩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股价嘛拢落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发布声明，认为这是对用自由甲规则做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发出致命的信号，有可能会加速下大西洋的贸易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嘛讲，这是对加拿大直接攻击的建议对策来回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除了表示遗憾，会继续寻求甲美国协商解决的方案，卖评估政策实施的影响程度来确保欧盟的利益。另外，对川普的关税政策，外界认为美国车商特斯拉有可能是上大的得利者，因为特斯拉在美国销售所有汽车拢是在加州甲德州工厂生产。也不过，川普否认表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并无对汽车的关税提出建议。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美国政府的对顶关税就要施行，风声讲台湾奉列最垃圾15国的其中一国。外界估计台湾受影响的是轿车零件或者是农产品。财政部长曾翠云昨表示，台湾去年对美国轿车出口金额是新台币31亿，99%是越野沙坡车。不过，经济部也讲，沙坡车无伫美国的扣税名单内底。4月初2，美国会公布对顶关税内容。有专家预估，台湾头一个受到冲击的产业，可能是汽车零件或者是农产品。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台湾去年外销去美国的汽车金额差不多台币31亿，有99%拢是排气量1000cc 以下越野沙坡车。立委关注这敢是嘛会纳入去关税的范围？如果被列入的话，汽车跟农产品的影响会很大。最主要是因为台美的汽车的关税是有差距的，出口美国的是沙滩车，并没有在这一次昨天川普政府公布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名单。好，那我们只有降税自保吗？我们并没有出口整车到美国，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最主要是零组件的业者。没错。那零组件的业者呢？因为全球布局的关系，已经有些呢是到了墨西哥设厂。经济部表示，之前有去美国了解美国总统川普新政策确定的内容，有甲智库的学者，也有美国经贸官员见面。中央银行表示，因为美国对台湾资通甲视听等高科技的产品需求有变较侪，致使美国为台湾进口的国际贸易超过销予台湾的，而且愈差愈侪。以去年的数据来看，美国为中国进口的输入业入超是2954亿的美金，过来是墨西哥、越南、爱尔兰甲德国。台湾是提升做对美国第6大入超的来源，金额是739亿的美金。有绿营的立委提出讲，为了平衡台美贸易的逆差，应该持续为美国进口物件。不过，蓝营的立委烦恼讲，万不利台湾若因为甲美国贸易的量较大，红列做是垃圾15国，安尼敢是应该甲 WTO 提出申诉。假使我们真的被列入肮脏15国，我们会不会跟其他14个国家跟 WTO 申诉？我们现在不排除。就是我们需要去评估4月2号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关税的结果，然后我们才会通盘的去思考。因为美国要安怎扣对顶关税，到今也无清楚。不过财政部表示，会持续关注关税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嘛会提出协助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主导的全社会峰会论成委员会昨伫台南举行实地演练，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等13个国家的代表拢到现场观摩。总统赖清德主持会议的时表示，要坚持无剧本演练的原则，继续验证各级政府的应变机制。台湾无分裂的本钱，只有团结才会当守护自由。由总统府主导的全社会峰会论成委员会第一场实地操演，日期伫台南登场，用有象征无剧本的方式布起台南拄着地动、海中关键基础设施被破坏等复合式灾害，伫同一时间无共地点共步演练，扩验政府甲民间共同合作。然后开全社会峰会论成委员会第3摆会议。现在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是世界各国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的核心政策，不论是天然灾害、公共卫生、经济冲击，甚至是灰色地带侵扰，强化韧性都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国家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总统大清朝表示，伫台南实地演练，敢若是一个开始，爱靠一直演习，为错误当中来学，才有可能达到全社会峰回润性。面对地缘情势愈来愈复杂，台湾无分裂的本钱，敢若团结才能守护自由。演习现场一直青乌烟甲民众呼救的声音，台南的安平港游客服务中心无疑发生爆炸，出现200外受伤的人。安平港兴奋处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台南市政府知影了，也马上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头部外伤，颅底骨折，然后一直不停呼吸召唤。政府能够多办的话，我们老百姓能够增加更多的住宿方面，我们要怎样去呼叫？他来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配合？国军电视新型野战医疗部旁上近10分钟就已经打好，内底负前进外科小组研究地动手术。这摆朝鲜阁邀请 AIT 处长顾立明等美籍欧13个代表团来观摩。这次操演，军方虽然没有投入太多的兵力了，不过军医局也出动了这个前进外科小组 FRSD， 也首度对外曝光。当面临复合式灾害或者是战争的时候呢，现场以及邻近的医院可能面临医疗能量不足的时候呢，前进外科小组就可以在现场执行这个手术，增加伤患的存活率。这摆中央地方团员甲国内外观摩团，总共1500人参加。暗过在演练的时阵，共军一切派出歼1辆空警500等战机，还有无人机总共18架执行联合战备精神，提悬台海情势紧张。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台长伫议会表示，教育部最近召开管制中国学生读台湾关键核心技术项目的下部会讨论会议，请各部会来清点。有大学教授指出，学校会按照教育部的指示，不过目前国内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已经无啊，研究所以上的嘛真少，读的嘛是基础的学历尔。中国校卫生2023年8月清零，教部长陈英尧去年上任的时阵表示，希望两岸伫平等尊严的前提，校卫生会当恢复。不过到目前为止无进展。教部最近是因为行政院有指示要召开管制学生修读咱国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项目跨部会演上会议。主要呢就是包括国防的相关科技，还有各部会有关台湾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部会，爱确实提步，以利后续管控，有效确保国家安全。但是核心技术是不是包含5大新来产业？都一寡科系是有国家关键核心技术。行政院表示，有整体内容会搁做说明。有大学教授是讲，为教育的层面来看，那是为技术面定义关键核心技术的情况。电机系的有一些 IC 的设计的课程，台积电的合作，比如说跟中科院，或是跟军备局类似这种国防的计划。那当然，它的技术层面就会比较属于台湾的一些关键技术。有大学教授讲，学校会依照教育部指示，按各无学位的中国学生、硕士博士生会愈来愈少，未来恐惊清零无真大影响。搁再讲，大学做学理研究，中国学生囡仔学的物件拢真基础。入生来台湾，那也是学学理，那他有办法本事从1变成100，那才是他的本事。可是以学校端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很 fundamental。交换生的部目前还有，政府不希望学校去做太多的交流，尤其对一部分的关键技术是会关心的话，那学校当然会在交流上面的话会放慢脚步。教授讲，烦恼即马交流，未来会让人认定是关键核心技术。学校会较保守，唔敢做任何措施，两岸学术交流会更较限制缩减。记者采访报道。广电108案烧到国军的营区，中华地检署去年伫北部、中部超34大发现有现退役的军人涉案。经过4个月的侦查终结，甲有公务人员身份的2名雇员、2个现役的军事官，阁有中人、广电业者等6个人提起公诉。空军司令部也讲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国军爆发第一件光电弊案，去年12月，中华地检署侦办空军第3联队营区光电标组贪渎案，27侦查终结，对现任的军事官、军职雇员、中人和光电业者等6个人，就涉嫌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
营区光电标注案绿能贪渎案件，经侦查终结，以行收贿及图利等罪嫌，对现任军事官及军职雇员、掮客及光电业者等6人提起公诉。检方表示讲，谢库含谢亚的中校退伍了后，登去做雇员，含现役谢陈的士官长谢带少校4个人办理营区光电标注案，认为讲这历练产业的利润是真高，想要利用职权含承办业务的机会，谢陈的中人做白手套，向谢黄的历练厂商收乌钱护航。4个人拢有公务人员的身份，拢总收不正利益差不多200万，佮接受查某陪酒含性交态13摆。其中涉案叶姓公务员等3人，因情节严重，分别求处8至9年有期徒刑，并申请宣告褫夺公权，没收犯罪所得。检方对谢亚的雇员和谢陈的中人求处9年的有期徒刑，谢陈的士官长是求刑8年。空军司令部是回应讲，积极配合检警调的侦办，后壁会检讨和动发，绝对袂凊彩放过。另外，谢亚的雇员还有另外一案涉犯国家安全法，最近互台中高分检起诉。不过，台中高分检针对相关案情是无愿意加讲。记者综合报道。红海度假胜地好佳达外海27一只观光畅水艦發生意外，6個羅西亞籍嘅觀光客死亡，另外有19個人受傷。有報道指出，這只暢水艦哪像是弄到大石。在批到事故现场的搜救人员成功救出受伤人，暗过发现已经有人不幸罹难，4隻全部拢是Russia籍，其中2人是已經結婚的意思，因為囡仔攏已經送醫，也有29個身體得救。根據Russia國營媒體塔斯社引用一個Russia官員的講法，4隻當中有囡仔。這隻觀光暢水船新巴達號佇紅海度假勝地好佳達外海失事，有45個乘客，5個埃及船員，有去除了 Russia， 其他乘客國籍分別是印度、挪威和瑞典。這次原因調查當中，暗過Russia旅遊業協會喺社群媒體引用無經過證實的報道，觀光暢水船喺水深10公尺的所在弄到大石，失去衝壓。這是最近幾個月喺紅海發生第2件觀光船事故。去年11月發生冰船，11人失蹤，個被推斷死亡。好佳達是喺埃及海路東南部，是一個海捕加船河島出名的旅遊勝地。一個8月今年2月參加同款的觀光暢水船旅程的遊客，甲英國廣播公司 BBC 講，觀光暢水艇用戶甲真好，甲宣傳相片同款，包含新的彩繪、現代化設備，也有專業會講英語的工作人員，也有2個暢水人員被判落水。乘客會乘艇用真這種有限的安全小介，無法救生衫，行程差不多40分鐘。欣賞船河島的時陣，暢水船唔捌划上近。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川普政府掠國際學生的行動還未煞，目前上新的受害者是馬州塔夫茨大學一位土耳其的博士生。當地政府是指控伊參加支持哈馬斯的活動，已經取消伊的學生簽證。另外，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韓國學生，被指控類似的罪名，也甲撤銷綠卡。不過，聯邦法官已經下令袂使甲掠。監視器畫面顯示，前被外逃的土耳其的女學生奧茲圖克，2月尾當日出外的時陣，去互6個移民局官員中途拿查。奧茲圖克去互行來行動加較大聲化，對方隨甲伊的手機也沒收，國家扣起來壓走。現年30歲的奧茲圖克是馬州塔夫茨大學的博士生，去年捌佇校園刊物寫文，呼籲學校對以下戰爭表明立場，支持抗議學生所提出的承認巴勒斯坦面臨種族滅絕等訴求。當局指控伊佇做支持哈馬斯的活動，所以甲伊逮捕並取消學生簽證。不過，這個做法雖引起民眾的不滿，有大量抗議人士行上薩摩維爾街頭表達聲援。The ICE team, whatever they're doing, it's really just one step away from fascism. Actually, it's not even a step away. It is full-blown fascist intimidation. 在这当时，哥伦比亚大學一個韓裔女學生鄭允書嘛面臨類似的遭遇。鄭允書7歲時陣來美國，已經有得到綠卡，有合法永久居留權。不過，伊進前參加挺巴勒斯坦校園示威，國土安全部指控伊支持哈馬斯，已經真濟屆派員上門要甲逮捕，按算甲伊趕出境。鄭允書為這件代志控告政府打壓言論加示威的自由。拜二聯邦法官裁定，政府有危險的顧慮，暫時袂使逮捕鄭允書。No matter
who you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whether you're a citizen, a permanent resident like Ms. Chung, a visa holder, or even an undocumented person. You have a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speak your mind. You have a Fifth Amendment right to due process that also applies to all persons. 陈文书目前也是真自由，不过为3月到达，当局已经先后逮捕哥伦比亚大学前博士生哈里尔、乔治城大学研究员印度裔的巴达尔汉苏里，这2人本来就已经有绿卡。另外一个高大印度裔学生囡仔斯利尼瓦桑是去人吊销签证了后，已经离开美国。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还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今仔日发生有人摕刀杀人的攻击案件，造成4个人重伤。一个嫌犯互边仔的民众压制，落尾互警方带走。犯案的动机当咧调查当中。进前有4个美国的陆军士兵伫咧立陶宛训练期间死亡。美国军方指出，这款士兵的车辆后来发现因伫咧南马地内底。事件发生了后，立陶宛政府强调，甲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未受影响。近期北韩官方媒体27报道，领导人金正恩25到26视察电子战研究团队，除了坐空中预警机向军方干部来下指示，而且观摩利用 AI 技术的自杀式无人机。北韩的无人机甲预警机的技术可能来自罗西亚，引起外界烦恼北韩甲罗西亚深化军事合作关系。前面总统主席郭文德因为牵涉金华城等等案件，目前在咧看守所。伊的太太陈培琪昨下晡开记者会表示，讲郭文德目前放药有血，人是真艰苦，有带病院治疗的需求。台北看守所表示，有出外就医经过病院的评估，转来看守所继续照护，恢复状况是真好。也拿郭文德的律师昨下晡也到地方法院送证纸，申请郭文德拒保停止羁押。止痛跟麻醉的一个解痉挛的那个，其实他都已经吃到最高剂量了，他没有办法缓解他的症状。话讲到后天，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的家后陈培琪下晡召开记者会指出，郭文铁伫台北看守所持续血肉，一直真痛痛，也佫会吐的现象，真有可能是急性腰子损伤，而且北所医疗量能有限，要委托律师赶紧提出申请，协助就医，避免延误，致使病情恶化。我的结论就是，我的先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很不好，他是一个蛮能够忍耐的人，结果到今天他会跟我讲说，请律师转告我，准备去在台北医院去帮他申请他的病历，因为他对他的那个腰痛没有办法忍受。左边的肾脏有结石，癌症会出血，是不是？最怕的就是怕这个主动脉剥离。我是科比的老师，我义不容辞，我愿意担任他的召集人来照顾他。谢延尧分析，郭文铁腰酸背痛的状况变严重，有当时也佫会牵到倒边的脚旁，同时伊有心脏病、心律不正的病史，有倒边腰子结石、倒边腰子癌、主动脉剥离、糟蹋倒边腰子动脉出口这个疾病的可能性。不过，北所回应当初郭文铁出外就医，经过病院评估了后，会受进行后续照护事项，而且恢复状况良好。截至今27日下午，科员恢复状况良好，未有外界所传之症状。本所后续将密切注意其身体状态，恪遵专业医嘱，及时提供其所需之医疗资源。民众党回应3月2日，郭文铁早经有律见，甲律师讲身体真无爽快，请陈培琪赶紧替伊申请病历。郭文铁律师团27下晡也已经向北院递证，申请郭文铁拒保停止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圣堂中医甲救护中医5年前用禁药注射甲烟弹，造成38个人烟中毒。一审判圣堂负责人甲救护医师甲药商6年到7年6个月。昨2审宣判改判4年2个月到6年，专案也佫会当上诉。台中圣堂中医救护中医诊所2020年发生违法用烟弹注射中毒事件，造成38人烟中毒，包含台中市前市长张丰年一家伙仔拢受害。
台中地院去年1审照药事法谈判，承担负责人吕志仁纠合医师洪章宏甲中药商欧国良，2年到7年6个月。台中高分院一切2审改判4年2个月甲2年。专案议员应上诉，被害者家属尊重法院判决。一部分的患者他已经死亡了，过世了，所以呢，我现在没有心力再去面对这个法律的问题。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2审法官认为1审用看诊的数量论罪，应该改做看诊人数。高定标吕志仁向部分被害者赔偿调解，所以改变量刑。吕志仁已经付19个被害者部分赔偿金，表达有意要和解，向法官请求缓刑，不过要受害者认为看无诚意，不愿意和解。谈和解的事项，应该大家都有一个诚意在先呐。那就目前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么多年，老实讲，我看不到他的诚意啦，嘴巴上都说是有啦，所以我们所谓的坚决不和解，是对于他的态度上无法接受啦。为受害者做团体诉讼的消基会表示，1审法官依然维持刑事有罪判决，希望应间接影响民事判决责任认定。重点伫赔偿数额，赶紧先予受害者公道。另外，是毋是上诉，律师会阁甲受害者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媒体报道，卫福部技术组党家用的流感快筛一直延前审检停书，食药署是澄清讲，并无限制业者申请，若有人申请，会赶紧来办理。最近流感疫情要过的关卡。病院一直传出急诊塞车的状况，也造成医疗资源面临重大压力。有媒体报道，药界人士呼吁开放药局卖加强流感病毒快筛试剂，不过卫福部煞迟迟无要开放。药界人士指出，美国、日本、香港等地流感快筛早就合法在卖，今年姚大厂提出申请加用新冠流感剂合剂快筛试剂责任登记，不过煞放射检验证书一直拖延，对病人的权益真不利。小数日前发布新闻稿澄清，唔要限制业者提出加用流感病毒快筛试剂责任登记申请，对相关的案件审查拢是快速办理，个审慎把关。食药署有参考国际审查规范，在110年公告流感病毒抗原快筛试剂的检测系统技术基准，以及家用体外诊断医疗器材查验登记的须知，可提供业者作为研发家用流感病毒快筛试剂查验登记资料准备的参考。食药署指出，去年受理一件家用新冠流感剂合剂快筛试剂责任登记。因为资料产品性能无符合技术基准，无法度允准登记。目前无业者提出家用流感病毒快筛试剂责任登记申请。另外，食药署核准的15张流感病毒抗原快筛试剂许可证，其中2张是新冠流感剂合剂快筛试剂许可证，拢是专业人员的使用。目前也未核准家用流感病毒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是清明，陪望的民众愈来愈多。伫咧新竹大坪顶灵骨塔的路边，就有人乌白等红包落啊，造成环境的问题。真侪人讲，伫陪望的时，若用红包底盐米放伫咧身躯顶，会当来辟邪。专家认为，无需要安尼做，乱搭也会互人罚钱。红包落啊，互人乌白等伫涂骹，若路边有，边仔树仔骹嘛有。清明节伫要到啊，陪望的人愈来愈多。伫新竹大坪顶灵骨塔附近，最近出现大量互人乌白等现实的红包落啊。对环境不好，整路都是很难看啊。有人讲陪望的时，身躯爱早底盐，也是比红包来避邪。要走则甲红包弹掉，代表气歹运的意思。不过民俗专家讲，其实唔免安尼，若无法度避邪，佮对祖先无礼。无前提嘛无礼貌的做法，因为一般民间如果遇到有煞气，才会除阴除煞，才会用盐米顺宗追源，敬老尊贤，所以非常忌讳带着盐米去到坟墓去绕骨塔。如果需要盐米洒净，是回到家之前，你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撒盐米来除秽除净的意思。亲像红包落啊，伫涂骹满世界，新竹市环保局表示，民众乌白蛋粪扫抓到也会接罚单，罚1200到6000块。清明祭祖扫墓期间，请维护环境整洁，避免乱丢垃圾、烟蒂等。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
违者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款。康北局表示，最近针对附近路段，除了安排清洁队加强摒扫以外，还派人到现场加强巡逻，也呼吁去陪帮的民众，这会维护环境的清气。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变啊，清明前后卖润饼甲润饼皮的店家拢真无闲。不过，台湾各地头食润饼的方式甲时间点是无啥共的，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用米粉、水甲盐拿出来米粉册啊，抹伫炉仔顶1时的时间，一领润饼皮就做好啊。即档伫清明节前后才有咧卖的润饼皮店啊，是在地40年的老大。头家讲，润饼皮要好搞，大细、厚度拢爱准则好势。阮咧切的时阵爱甲挤落去，挤落去时阵就是控制的厚薄度啊。今日拍折啊起来的时阵，伊较 Q。所以伊家杀出来时阵拢是整个很圆，就控制咱甲咱的面是拄好变大张。一张润饼皮会当变化出一种口味，无共食法的润饼糕，有人是买价食，有人是清明咧搞润饼。食食作家陈静怡表示，为润饼糕嘛当看出台湾移民文化混食。台南部是拢是清明节即个前后咧食的，若是台湾北部吼买价的时阵咧食这润饼。所以讲，咱食润饼的习惯哦，嘛是会当翻转去看即个原乡，伊是安怎咧食的。像东安，伊是伫旧历的2月初2、3月初3甲冬节，这3天因咧食润饼。像福州为立春一直食到热天，所以包的是这个道菜。作家陈静怡表示，润饼糕对移民的脚步传到台湾甲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润饼糕也伫台湾落土定根，除了到菜色、到肉，嘛有包乌鱼子、红地豆，甚至阁有到土豆腐甲冰的食法，发展台湾味的润饼糕。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国科会选定国家火箭发射场，伫咧屏东满洲的高边村。屏东县政府表示，牡丹乡已经有科研火箭发射场，希望会当形成产业供应链，未来也会当提供附近的国家变做火箭机场的概念。来到屏东满洲乡九平村召开公听会，去年国科会公告2大国家火箭场候选地址，一个是台东的南田，另外一个是屏东九平。经过4届审查，最后选择了屏东县满洲乡的九平村。国家太空中心捌定的2年前进行日轨火箭验证测试，未来国家火箭场就是要发射日轨火箭。太空产业即将要进驻在屏东科学园区及科技产业园区，那未来也会形成一个产业的供应链。国家火箭场未来会发射日轨火箭，未来也会提供附近国家若准有发射卫星的需求，就背书是火箭机场的概念。也若旭海村是科研火箭发射场，提供学术研究用途，也个未来航太人才培育。国家太空中心是真欢喜，安尼互相斗帮助，会当互人才对学术界就接起来啊。涉及在满洲乡，甚至于年轻一代的，从就读于国中、高中以上，成绩可以的话，就由那个火箭公司来培训，而后就到这个地方服务。台中逢甲大学2届拢伫咧屏东旭海发射科研火箭，计划主持人是认为，2个场地若相比九平村的土地是较大较理想。目前发射科研火箭拢是伫咧旭海村，因也尊重国家火箭发射场选地点的决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捷运淡水线二线昨早起一部列车出现车门警示，警方中心赶紧调查，安排旅客来搬车，后续是营运正常。因目前捷运公司有推出 AI 侦测系统，若准车厢内底有异常 ，AI 就会随通报。警报声大响，透过车厢的点样机 AI 侦测可判断旅客暴力攻击的状况，马上通报示警，这是无记的冲突画面。北捷交科技业者共同打造的第一个 AI 数位列车正式上线，透过人工智慧技术，模拟10多种车厢内异常情景，来提高车厢安全。比如说快速移动，那或者是说有对峙的情况，那系统会把它认定为异常状态。那在1秒之内，它画面
跟警音都会传到驾驶室的行车专员。在3年前，我们的精准度大概是在85%，那相信我们在这个导入之后，很快的我们就会提升到95%以上。研发过程透过具体判断来分的 AI 精神侦测能力，除了异常行为，也可能监测人际状况。在列车收绑了后，应加速清空流程，提高作业效率。这 AI 作为列车，敢在暂时信息线的赛，这到站的显示器也升级，好多可以错过到站信息。突发状况，有些人不知道东西在哪里，怎么样按的话，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对乘客比较有保障，弱势者还是很多啊。如果要的话，必须要每一台都要有这种作用，我觉得啊。笔者表示，所谓列车核心是边缘计算技术，在列车无换硬体设备情形之下，未来继续引进创新科技，因应长效需求来提供服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消防车甲救护车虽讲有优先路权，却因为车红灯塞车，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台北市交通局这几年开始建立紧急优先号志系统，通缩短红灯延长青灯的时间，实时到达一抓会当缩短42秒，争取黄金救援的时间。花莲有一架救护车当咧出任务，通过红灯的路口的时阵，煞甲一架公车相撞。这架救护车怎弄入去灯仔卡卡咧内底，无法度继续执行任务。拍火车甲救护车等等紧急的车辆出勤的时阵，虽然有优先的路权，无受路口号志灯号的限制，不过实际上咧执行煞是有难度。现在因为车侪无好走，甚至有发生事故的风险。如果是最前面，你就要跑出去红灯前，那你后面要推去哪里？前面如果停的技术不好，开的技术不好，你根本没地方让啊！你不是不想让，是真的没办法让。台北市交通局选出市内车侪较会塞车的29条路段，加入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的系统。原理就是利用紧急救护的车辆，及时回传 GPS 的定位，互系统会当量早计算，调整后一个路口车红灯的秒数，互紧急的车辆会当大声通行。根据消防局的统计，台北市去年有138000多件救护的案件，也有1000多件火灾，透过号志的调控，平均测一抓会当省42秒，争取更加侪抢救的时间。每月它会有大概3000趟次的这个救护跟救灾的勤务呢，会去触发这个所谓的这个等于优先移控的部分，预测紧急车辆何时到达路口，那提前开放绿灯，疏解下游的车辆。市府统计系统上线了后，在路口救护车的事故嘛减少62.5%，目前已经建制完成的239个路口，有涵盖大型医疗院所附近的车路。未来嘛会观察感受其他较会塞车或者是救护需求较悬的路段，评估了后扩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中山站头前新画一条20公尺宽的斑马线，原底边后的2条斑马线也已经糊掉。不过试办一礼拜是引起不少批评。昨日台北市府阁甲糊掉的线围倒转来，透过交通灯号的改善，确保过路人的安全。顶礼拜，台北市政府伫捷运中山站头前画这条要20公尺宽的斑马线，就甲边仔2条普通斑马线划掉。不过，伫咧这礼拜3，又阁甲这2条普通斑马线围倒转来。当地里长讲，是因为当地居民要是惯习行这条普通斑马线。逛街的行人是其实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因为他们不论是在2个百货公司之间的做一个穿梭，或者是整个商圈的一个漫游，它其实都还是会是习惯的是从2个的原有旧的新川线这边去做一个行动。短短时间甲线划掉，即马佫划倒转来，交通局解说，原底是烦恼旧斑马线会造成人甲车的路线交接，发生危险。即马甲线划倒来，透过控制车红灯，确保人咧过车路的时，车辆是袂震动的。这个行人的动线还是有它使用上面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制做了一个调整变成一个24小时的一个行人专用时项。简单讲，就在这个行人专用时项这个时间内呢，行人可以安全的行走。他把这个行车跟行人的动线呢都完全隔离开来，车子在这个时间内是完全的静止。民安里里长王俊尧讲，所落来也继续观察在地居民、游客过车路的状况。伫5月份的时，参市府开会讨论敢有需要改进的所在。由其他里长向记者表示，希望市府咧做决定之前，会使参地方详细讨论，避免这款状况再发生。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阿里山的烟火正在大开，游客会当坐伫咧100年历史的火焚车顶悬，拿游览、拿看烟火嘅神木。
这款看烟火的路线真特别，就连外国媒体也来报道。有100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帽，当咧等车里，乘客坐伫车厢内底，车豆豆为白色烟火下底驶过，民众沿路拢摕卡米拉，赶紧把这真罕见的景致翕起来。阿里山3月中进入烟火季，有关单位特别安排3体蒸汽火车欣赏烟火的里程，敢若有300个真好运有抽到的乘客，会当亲身来体验。就很新奇，然后那个樱花真的很漂亮。然后那个蒸汽火车在过弯的时候，那看出去，觉得然后再搭配风景真的很壮丽。然后经过那个就是那个玉山的那个积雪的位置，然后就觉得真的很美。古早味的火车、烟火甲新木，这几个特别的元素，和阿里山坐火车赏烟火的里程，在国际上是真出名。都连路透社嘛专工来报道，为民众更加是对这山南的美景是学了解得知。还是感觉玩不腻，还是想来，来了10几次了，也是都会想要再来这边看一下，看它有什么变化。阿里山这种较下的铁骑路，会当追溯到日本时代，这是苏东时彻查历史的遗迹。今嘛已经成做观光另外一个重点，目前敢若有3台蒸汽火车也有在驶。我们是把我们的老爷爷火车头请出来，让他载送我们的旅客3趟。那所以它的运用，它不能像平常的一个交通每天运用。其实这个是很珍贵的火车头，所以我们大概只有在特殊的一些季节或是节日，我们才来使用。过去阿里山的铁路捌受到风台甲地动的损伤，去年才重新开放。那蒸汽火车敢若伫咧烟火季才有营运。4月初1是上尾一体，结束了后，就要等到明年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林气所甲生态研究人员为2023年开始去爬树仔测量，发现台湾山大安溪倚天岩有84.1公尺高，是台湾上大丛的树仔。林气所是邀请澳洲的专家来翕相做记录。了解不种的大安溪行无好行的山路，林气所甲生态研究人员今年3月18到25，搁一届去台湾上悬的树仔，84.1公尺悬的大安溪倚天岩。澳洲专家 Stephen Pierce 嘛伫内底，亲身来为台湾上悬的树仔翕相。We used to set the line from the cliff all the way over into the tree, so we can install the camera system that raises and lowers to take the photos. Stephen Pierce 伫澳洲的摄影团队 The Tree Project 去过纽西兰、澳洲的珍贵树仔，得到真侪奖，伫咧各大美术馆展出。即届虽然敢若伊一个人来台湾，也毋过伊强调甲台湾团队合作，用经验保持简单去完成。Very unique in the world that I come from. The conifer, it has this amazing tall trunk that just keeps going. 去世界各地找相关的树仔记录 ，Pierce 强调希望互大家更加爱树仔，因为真侪人的破坏是无知。而台湾的山林伫咧世界顶头是真特别，有信心7、8月公布大安溪倚天岩的相片时阵，成为台湾的骄傲。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有公司结合3D 列印的技术，用机器手骨来起厝。那阵先伫工厂甲部件拢印出来，再去现场装。一栋厝要起好势，敢若需要7工。看落去敢若是普通厝，但是斟酌看所有环的条纹，这条纹毋是为着要甲装好水尔尔，是因为这栋厝是3D 列印，一层一层安尼印出来的。This is a 3D printed home made entirely of concrete. And we print layer by layer utilizing a CAD file that we slice, just like your desktop 3D printer. 美国这间新创公司为了要解决欠大房厝价伤贵的问题，想着讲要用3D 列印的技术来起厝，因伫大型的列印机内面灌暗蒙图，再搁加上机械手，就当印出各种无共经过含型的厝。另外一间公司是甲厝拆做几个部分，分别伫工厂内面先制作好，再搁运去现场来组装。公司甲这种厝叫做无
地化的厝。虽然讲这种概念进程都有啊，但是透过更较好的流程的设计，会当互起厝是变甲更较有效率。公司的高层讲，伫室内就先甲做好有真侪好处，除了会当伫5天到7天内就起好一栋厝，佫会当避免工地现场因为天气的状况歹，影响到施工的进度。更较重要的是，这种新建筑工法，只会产生3派的废弃物，是传统建筑工法的1/10。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落尾咱最直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2度，中部地区20度到28度，南部地区20度到33度，东部地区19度到29度。华东地区13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碧君，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